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中国有一只2000吨的幽灵船，9月28靠达伫咧宜兰头城的海墘啊。香港局是因为烦恼工业影响到渔民出海去掠鱼，所以发包予包商现地拆船。昨下晡有一个47岁姓李的包商，伊去海底勘查，验过过点外钟，拢无消无息。边仔人赶紧报警察发救命，暂找着人啊。不过，伊已经不幸归往。早暗天暗风影透，救援人员摕手电渡海去找人，因为风影伤大，搜救冒法庭。落尾伫咧早暗9点50分有找着人，不过已经不幸归往。来关心旧历过年要到位啊！咱政府即马是烦恼非洲猪仔会入来咱台湾，所以加强检查疫区内的猪肉品。即马是发现越南的猪肝酱这款罐头有非洲猪仔的病毒，已经宣布讲全部拢袂使卖，爱回收。这款为越南来的猪肝酱罐头被检出有非洲猪仔病毒核酸。非洲猪仔中央灾害应变中心25举行第15摆会议，针对来自疫区的中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家的罐头进入调剂食品产样抽验，是要到经过高温高压杀菌处理的越南猪肝酱罐头，被检出正做第一例有非洲猪仔病毒的进口罐头。其他的同样来自这家相同的制造厂，其他批次还在有效期限的，那我们也清查后，那除了要求业者要去做一个整个自主清查下架之外，那我们现在目前也卫生局全面在做一个市面的抽验。食药署除了要求马上回收529罐，也宣布限制越南相关肉制品进口。另外，菲律宾、南韩也有猪肉罐头相关制品，分别要求附挂风证明了后才能进口。烦恼外界惊吓，风检局强调，罐头残留的病毒对人体无疫病传播风险。罐头会出问题，主要原因是无做好食品原料来源控管。另外，因应春节期间大量旅客出入境，可能会走私春节礼品，腊肉火腿延长风险上悬。会环保会协助加强春节防疫，入境进前会加强宣导旅客，也启动调整手外行李的电工检查。我们食药署跟环检局会针对包括中国、越南还有印尼这几个我们新住民比较多的，在这个期间里面携带的这个肉制品，那我们也全部的会去来加强整个的这一个检查的工作。应变中心点名有448人是高风险人士，主要是伫台湾经营饲猪场，高往来非洲猪仔疫区国家，或者是伫中国越南有设厂经营畜牧饲猪业，已经通报移民署联络民航局，将压制高风险旅客进出动态，提醒因回国唔通马上进入猪场，则未带病毒危害猪只。每年春节进前会完成用粉饲猪场的查核，未来也是发提管对违规饲猪户的处罚，防止防疫出现漏洞。记者综合报道。在家乡亲，咱做伙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湖日报》。1991年开始起的台60米线西滨快速道路，最后2段路，中华河湾交流道到大城交流道，明仔载通车。若新竹的新丰交流道到凤坪磅空，按算是明年春节进前会通车。到迄个时阵，西滨的快速道路才算全速通车。继续来看《联合报》。根据金车文教基金会的调查，少年家未来想要行倒一步？头3名，第1名是讲要做拍电动的选手，若第2名是要做食美食、写评论的作家，第3名是要做网络直播的网络红人甲艺人。因上届无兴趣的头路是做记者甲做政治人物。来看《自由时报》。中油昨昏表示讲，咱台湾向美国买油，资本是占进口油的3成，不过即马已经提悬到4成，所以美国已经成做咱台湾第1大油国。另外，咱台湾甲美国嘛要启动能源的合作，中油按算投资美国的油田、天然气来稳定咱国内的油甲天然气的价销。这一项投资已经签35档，总收入大约是新台币1700亿。台美能源合作各有新进展，中油计划投资4亿7500万的美金，超过142亿的新台币计销，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海恩斯威尔、热盐气矿区3城油气环业。
但年差不多能分到15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天然气，有35年宽益，总收入有1700亿新台币。目前计划已经送到行政院审议。以这个国家别来讲的话呢，在美国采购的原油呢，以今年来讲占比到达40%。石化燃料包括石油，每个天然气存量越来越少，非传统天然气液减气，即嘛是能源的新目标。加上美国液减气的技术有进步，存量嘛高，和中美有合作计划。安尼美国目前已经变作台湾上大能源合作对象，是台湾第一大供油国。中油这几年来，积极向无共国家买天然气，要分散风险，包括澳洲、卡达、美国、印尼、马来西亚，拢有签订约。嘛有关台湾自主油气比例，确保国内油气计价甲来源的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台中市政府针对台中火力发电厂用土炭用过量超过核定的1104万吨，昨是第3摆发台电900万，嘛废除2张台电的许可证。也毋过即马台电拍算提出行政救济。25日天，台中市政府正式宣布废止中火23号机组固定供氧源操作许可证，还有土炭使用的许可证。3次稽查，符合情节重大，我们也就依法做出这个废止2张许可证。我们一切都是依法来处置。台中市环保局针对这个月23查到中火继续伫烧土炭来发电，已经违反台中市管制土炭驻地条例，1104万吨的禁放。早起是开出900万的罚金，而且做出明年1月7日开始废止2只上旧机组的许可证。台中市环保局长表示，就算讲伫咧台电提出行政救济期间，依法嘛袂当来使用，而且伫咧未来台中市嘛袂搁来核发新的土炭使用许可证。意思就是讲，这2只机组以后就是无法度搁来使用。2号跟3号机的操作许可证跟生灭使用许可证的话，这都是一起测，因为新的管办之后的话，这2个证也是合在一起的。我们尊重中火依法提出他行政救济的权利，但是我们也会捍卫地方制度法赋予我们地方自治的权利。而且台电的方面态度嘛是打真的，表示讲会采取行政救济定数，无排除伫咧未来诉讼胜诉了后，向台中市政府提出违法撤照期间的损害赔偿。台中市政府废止中火2部机组的许可证，是很明确的违法处分。台电公司会尽速采取行政救济，我们会依照处分书的要求，明年1月起将2部机组暂时停止运转。台电表示，目前10只机组除了1号、4号机年底维修，还有更新。中火伫咧秋冬空污未来进程，偏向是维持5只机组的运转，目前未有欠电的危机。现政院是透过发言人表达立场，强调讲台中市政府伫这个敏感的时阵，废止中火2只机组的运转许可，敢是要发电，无应该去用摕来当作是政治的媒介。减污或是供电是需要中央跟地方联手合作的。我们认为其实没有必要在选前这种敏感的时刻制造冲突。发电或不发电，撤照或不撤照，其实不应该被拿来当作政治筹码。针对台中市政府对中火废止许可证的裁决，环保署嘛提醒，地方政府应该注意相关事实的要件。确实依法来行政。经济部是表示，明年1月7日了后，若是中火减少2只机组的运转，可能去影响到备转率，敢是有法度达到10%以上的供电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苏花公路改善工程，明年正月初6会全线通车，未来台北到花莲会减1点钟久，因为苏花界的崩坑真多，所以公路总局卖加强防灾演练。公坑内底喷水条进行防灾降温演练，公路总局25举行苏花界彩线导览，伫经过9年漫长工程，宣布苏花公路改善工程要伫明年1月7日全线通车，未来为台北到花莲延省1点钟的塞车时间。苏花改通车之后，那预估我们可以去节省整个通车路段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到40分钟的一个行车时间。我们都有一个分流的一个策略。所谓分流策略，就是我们会希望尽量避免南向或北上车大家汇集在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分流，就是把南向导引到旧的台9。
苏花改通车也面对第一个春节连假疏运车潮，南澳交通中心表示已经做好分流策略。苏花公路改善工程全长38.8公里，2012年3月开工，昆山路段 A 段苏澳到东澳全长9.7公里，至2018年通车 B 段南澳到和平全长10公里，其中磅空13公里，C 段河中到大清水全长9.1公里，其中磅空7.8公里。因为苏花改真侪磅空，区间真长，公路总局也加强防灾演练，其中真水磅空是最后贯通的磅空，也是全台开澳面上长的磅空，增加真侪避难联络通道。最主要是仁水隧道，它是单孔双向的隧道。目前我们联络隧道的部分大概350就有一个联络隧道，所以它基本上的逃生距离是比较短的。苏花改初期要开放小客车、大客车，半年后准备开放大货车。另外，4段河中到大清水的中前磅空限速60公里，禁止路人甲重机、机慢车。仁水磅空开放机车、脚踏车，按过限速50公里。宜兰段磅空按算明年4月启动区间测速。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道1号5股到杨梅高架桥，尾啊拢会塌伫咧新竹的路口。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昏是讲，按算要甲这段高架桥存长到苗栗的头份。若是要起，爱开6年的时间；若是起好，台北驶到新竹只要45分钟。为有效解决路5乡高架河口新竹塞车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到竹科听区公局简报。根据资料显示，上塌所在常常是河口甲新竹系统交流道部分，所以5乡确定延伸甲苗栗头份。目前规划是采用高架化，在经过河口营区时，配合部队设计需求，交通部规划会采用地面下骹40公尺磅空方式通过。五羊高到头份中间，我们会分流到国道3号，这个路段，降低对于头份地区的塞车的压力。那匝道的设置点，还有刚刚讲到的68号道路，这之间的串联，我们一并都有纳入路网的一个检讨跟规划。新竹市长林志坚甲新竹县长杨文科拢亲身到场关心，乐观看待竹北到竹区之间的交通塞车应大大改善。不过苗栗县府方面指出，即马头份交流道上下班时间真塞车，未来5乡高架延伸到头份，恐加造成当地车流回堵问题更加严重。整个市民、县民还有园区交通拥塞的问题可以解决，对我们竹北到竹科之间的交通的阻塞可以大幅的改善。我们是希望说把那个高架延伸到铜锣交流道，然后在中间的造小交流道也设一个造小交流道，然后疏解车潮，不要说只设到头份下，这样的话反而会造成我们头份更塞车。对苗栗县府的烦恼，林佳龙表示，虽然计划延伸重点伫头份，不过交通部也针对国道1号甲3号交接处的新竹系统交流道做分流，目前评估未来未造成头份塞车问题。完工了后，有希望提升大新竹地区的交通效能，按算台北甲新竹只需要45分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会使看到人在讲的天高假日的日宽食，不过因为咱台湾无伫咧宽食带顶悬，所以只会使看到日偏食。伫咧中昼12点半到下晡3点半左右，天气较好的所在，拢会使看到无共程度的日偏食。另外要提醒乡亲的是，今仔日暗会变天哦。咱来看上新的云图。今日下晡到尾暗仔有锋面的通过，暗时开始东北季风嘛增强，所以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云会变高，落雨的机会会变悬。其他的所在甲外岛是侪云较好天。若温度的方面，因为锋面到位，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部、东北部愈晚会愈凉冷。今仔日日时北部高温也是有24度左右。中南部嘛是有29度到30度，不过明仔载透早就无共款啦哦。中部以北、东北部明仔载透早低温只剩13度。来关心昨昏是耶诞节，也毋过伫咧菲律宾却拄着寒天的风台来乱，风台扫过菲律宾的中部，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强风大雨，北风风台伫平安暝登陆菲律宾中部，行路水淹到骹头夫，车甲人拢行伫水中。
亚旦制度对正海力看的当天风台，风强雨大，上到阵风来到时速195公里，风大到铁皮在厝顶拢飞起来，连车骨嘛拢受害。维修人员保险背起起的电话条码，希望赶紧恢复供电。菲律宾当局指出，有超过16000人在避难所度过平安暝，更有25000多人无得坐渡轮登记团圆。菲律宾中部各地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部分地区甚至有200多毫米。根据美国 CNN 的报道，八方风台尚无造成一个人死亡，更有6个人叫大水抢去，搁找无人。咱台湾这是一个温暖的亚热带，25各地高温拢来到25度以上，中南部地区更有30度左右。气象局指出，这款的天气形态会到26日时，黎明了后受到北方冷高压系统影响，就会开始变天。不过越晚越冷，从明天晚间开始，一直到后天清晨，在北台湾跟东北部迎风面区域将会出现有局部短暂雨，东半部也是云量偏多的状况。高温来说，到后天会比起明天再下降个约5到6度，北台湾预计只剩下18到20度，清晨北部地区不排除甚至只有13、14度左的局部低温。气象局嘛提醒，西半部地区27号早有机会出现13、14度，提醒民众要注意日夜的温度变化，做好准备。下礼拜拜二，搁另外一波东北季风路南，温度渐渐降低到31跨年前后，气温降到上低，会到14、15度左右。记者综合报道。那南半球即马是热天，热人加上透强风，但美洲的智利即马火烧山火也在烧，已经烧超过100公顷，甚至有烧到人家厝，有100多栋厝去烧到，互这人过一个无平安的圣诞节。大火拖了真紧，看起来都要烧到山顶的厝，民众真紧张，一个接一个搬水桶到3工将火势拍花。这是用来做世界文化遗产的第2港口城市瓦巴莱索，24平安暝，雄雄发生森林大火，烧掉上无120公顷林地，更有100多间徛家受到影响。真侪民众不得已停止庆祝耶诞节，早中啊唔惊，赶紧离开家园。No, y pueden si optar, que van nosotros a la casa, ahora viene acá, quita la casa a mi mamá, aquí abajo. 强风甲高温和火势无得控制，瓦巴莱索市长夏普宣布建立紧急状况，嘛动员全体消防人员投入救火行动。另外，为了安全，当地个熄灯9万用户，差不多全市1/4的供电，先做预防。有2间校方嘛暂时变受灾害避难所，好在在到目前为止，并无传出人员伤亡。夏普表示，这场火灾真明显是有人放火。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发生火灾之前，附近民众捌看到有可疑车出入，检方已开始展开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所分明，咱来看总统大选电视政见发表会昨昏进行第2场。总统蔡英文提出经济政见，嘛有6大经济发展目标。那韩国瑜是主张爱签 ECFA， 也有讲伊要设自由经济贸易区。那宋楚瑜伊是讲伊会伫咧国际情势之下来稳定两岸的关系。总统电视政见发表会进入第2场，想要拼连任的总统蔡英文头先发言，即届讲到执政3年的政绩，要杀经济表现，提出6大经济发展目标，嘛给伊的对手韩国瑜用具团队甲方式，安尼要安怎互台湾人民发大财？我们对未来经济成长的6个目标呢？第一，我们要强化 AIoT、AI 跟5G 的应用，将台湾打造成为亚洲高阶制造跟研发的中心。第二，我们要全力发展绿能产业，让台湾成为亚洲绿能产业的领头羊。蔡英文强调，2016年启动的新经济发展方式要杀第2个版本，嘛要落实境外资金回流。蔡英文搁加讲，韩国瑜的能源政策可能需要搁较侪核电厂、核四、核五、核六，才有可能会砍止。我们的能源政策不是用废发电，但是如果重启核子，继续在台湾使用核电，才是用命发电。针对经济议题，韩国瑜是提出政府要变做企业发展的加速器，毋是经济企业的阻碍，而且阁要成立中华民国主权基金，要甲传统外交转变做经贸外交。我们希望能够在10兆左右的规模，创建一个中华民国主权基金。你要执行货出去人进来，这个样子，未来我们国家一夜之间会多出200多个拳头，在世界各地。
韩国瑜嘛建议设自由经济贸易区，对台中甲高雄升700，嘛要继续签 ECFA， 要甲科技引进政府，期待未来设所谓创新委员会。若是教育的政策是强调讲要甲教育的自主权献给学校。我们绝对不干涉大学校长的任命，这些我们宁愿把钱花在教育，也不要把钱花在监狱。所以在教育这一块，一定会非常非常的重视。韩国瑜搁一再强调讲教育的3机制，宋楚瑜是在压力当中提出伊的变化当中求稳定，稳定当中求胜利。伊捌3届希望讲会当做台湾这只船的船长，啊，毋过做无成，不离个嘛希望讲带领台湾面对世界强权。我们台湾要注意，全世界2020年将有重大的变化，就是中国、日本、美国这3个世界的超强。在合纵连横。宋楚瑜认为，讲两岸爱嘅交流，中国市场伊嘛尊重。ECFA 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机制，伊嘛批评讲过去国民党有真侪毛病，家己有信心甲经验会当稳定两岸的关系，袂成功。会坚持中立当中有春秋，春秋当中有原则，互中华民国的威胁徛真在。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第2场政见发表会，3边的候选人唔拿讲经济，哪力嘛针对敢要定启动特征组互相过招。亲民党的宋楚瑜是批评哪力轮流执政，结果拢无责无任。台湾正在大海里面乘风破浪，勇往直前。那么韩市长却坐在浴缸里面，把它当作是一个大海。总统政见发表会才打开始，总统蔡英文就敲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啊，毋过韩国瑜嘛甲伊吐回去，还给民进党当地败害。民进党在堕落，为什么堕落？因为你总统被架空了，你已经没有办法真正的以身作则，而且分出善良跟邪恶的人。政治的魔兽完全控制了5院。媒体网军，而变成超级的政治魔兽，这种外挂好玩吗？应该存在吗？哪力互相车拼，啊，毋过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嘛针对哪力批评因两个轮流执政，却无负责任。韩国瑜阁强烈主张讲要恢复特征组，蔡英文是用当场来回应。特征组到底成立不成立？要不要严厉惩罚贪官污吏？到现在还没有表态，因为太重要，我必须再提醒一次。什么叫东厂？这个就是东厂。真正会干预司法的是国民党，黄世明案就是铁证。检察总长领导特侦组，而特侦组被国民党当作政争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特侦组被废掉了。我们做的各种民调都证明，人民对于司法的公信力，60%到70%人都不相信。国民党和民进党。你们就是烂兄烂弟。那像伫边仔看，宋楚瑜认为讲，哪力两个拢是共款的，佮呼吁蔡英文应该家己遵责权利，尤其是硬要通过反渗透法，违反特殊正义。如果我们的总统无视于宪政分权跟民主正常运作的规范，这跟69年以前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没有两样。如果我们把我们要做的反渗透法说成是挑衅，说成是一种戒严的话，北京会很欣慰，但是国际社会一定会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我刚才因为急着要表达一些教育、经济还有相关治国的问题，那针对反渗透法这边，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说明。反渗透法可能伫咧年底3读，宋楚瑜、韩国瑜甲蔡英文互相出步。若是国民党最近针对杨惠如网军的事件甲民进党的关系，蔡英文认为讲相关人已经提出驳回，包括区议甲外界指控拢唔免相信。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的国台办嘛有连续举办2场记者会，因讲26条对待措施，嘛有批评民进党的反渗透法是历史恐怖。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大开民主倒车，完全置台湾民众福祉利益于不顾。资源和口气中的大力批评，中国国台办对民进党拼12月31和反渗透法3读通过，指出这明显是为了选举操作，升高两岸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正是民进党当局操弄选举的一贯套路。
国台办认为，民进党制造劣势恐怖，和民众前往中国工作、读册，也是做生意，拢非常惊吓。国家表示，中国将不介入台湾的选举。也毋过，伫批评台湾执政党的同时，国台办也释出利多，将放宽台湾学生、老师、文化工作者前往中国读册、参与活动等规范。目前已有超过12000名的台湾学生在大陆高校就读。下一步，教育部将进一步扩大招收台湾学生的院校范围，优化院校和专业布局，更好地满足台湾学生来大陆上大学的需求。中国领保中心也指出，若讲台湾民众伫海外拄到自然灾害，也是意外事故等紧急状况，也会当向中国的驻外使领馆寻求保护和协助。那么去年呢，外交部以及驻外使领馆总共处理了领事保护协助案件，大概是8.5万起。那么办理各类的领事证件，大概1200万份。这里边呢，就有部分是涉及到在海外长期居住或者旅行的台湾同胞。对国台办的讲法，咱国外交部认为，以台湾的护照便利度，也有咱驻外管处的服务效率，相信民众伫海外唔免向中国申请领务服务，而且民众向中国使馆申请文件验证，若讲直接摕回国来使用，会有承认性甲适法性的问题，也爱经过陆委会、外交部等单位确认，更较无方便，所以呼吁民众需要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昨昏是耶诞节，各地拢在过节。香港虽然无冰晶，也毋过有餐厅是穿好料的，免钱请示威者食青草。也毋过伫中国，想要过节无遐简单，真侪所在的信徒互要求袂使过，甚至店头嘛袂使卖耶诞商品。提花也唔惊，伫耶诞帽啊，伫街路就开始食。20号耶诞节即天，香港一间社员欢送中示威者的公营饮食，特别准备耶诞餐，免费招待富贵民众甲示威者，希望香港人食好饱，继续奋战，互最近动乱的香港街头有一寡宁静气氛。不离过伫中国，想要过耶诞节都无遮尔简单。中国各地去年发起反耶诞节活动，今年甚至有各类省份，包括广东、山东、云南、四川，拢禁止信徒过耶诞节，甚至禁止商家卖耶诞商品。云南道公司打出公告，表示接到公安指示，耶诞节禁止所有庆祝活动。贵州各有教育单位发公告，禁止学生过耶诞节到教堂参加活动。甚至阁有8国联军入侵中国介绍，认为耶诞节是中国的国体日，过世人讲又阁见笑。伫梵蒂冈教宗方济各20号嘛向信徒发表谈话，提醒大家爱突破心的黑暗，嘛莫忘记战乱地区民众当地受着苦难。啊，那伫约旦河西华社区伯利恒，也就是传说的耶稣诞生地，有真侪信徒伫耶诞节来朝圣、参加礼拜、唱诗歌。记者综合报道。那北韩是放调讲，伊要送美国圣诞礼物，外界咧怀疑讲，敢是要下飞弹？那美国总统川普是应讲，无论北韩要送什么大礼物，伊拢会当应付，伊无得烦恼。美国总统川普24号平安夜伫佛州海鸥庄园，针对记者提问，敢是会烦恼北韩当局真正送予美国耶诞惊喜？发射当庭导弹，川普表示，伊一点仔拢袂烦恼。Maybe it's a nice present. Maybe it's a present where he sends me a beautiful vase, as opposed to a missile test. Right? I may get a vase. I may get a nice present from him. You don't know. You never know. Let's see what happens. Everybody's got surprises for me, but let's see what happens. I handle them as they come along. 北韩12月初讲伫西海卫星发射场成功进行重大测试，外界认为北韩有可能是伫12月31号前发射远程弹道飞弹，甚至是洲际弹道飞弹，也是金正恩将对美国采取更较强硬的态度，干扰川普的连任选情。川普几下摆试着要甲北韩交涉，包括3度甲金正恩见面，踏上北韩领土等等。不过最近却反常，真少伫造势场合讲到甲金正恩的密切关系。都是惊北韩避面影响选情。虽然川普嘴讲无烦恼北韩送礼，不过24号暗时到25号透早4架无共的美军侦察机，当时伫朝鲜半岛周边执行任务，这无平常，也凸显美国密切关注北韩对美国态度的转变，明显是伫咧对北韩发出警告。美军参谋联合会主席米利顶礼拜表示，美军对北韩的野事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的众议员邱元书因为牵涉接受中国企业的污洗，即马互检方抓起来，不过伊并无认罪。联合国的1号部队伫咧海地发生甲人超大的建设台了后，无到1礼拜，海地的非政府组织即马是要求智利的政府要开始调查。为伫智利的海地非政府组织联合召开记者会，为海地妇女讨公道，要求智利政府运用国家司法体系，为遭受不幸的妇女、少年查某囡仔等展开公正而且独立的调查。Justamente demandando verdad y justicia respecto a estos graves hechos, que se esclarezcan total y completamente y evitar la impunidad de estos graves crímenes. 根据联合国一份研究报告，联合国维和部队成员伫海地诱奸、性侵超过2000名的妇女，也佫流露数百名的私生子弟。这案件中有袂少是教育性的性行为，也都是摕真少的金钱也是实物，使妇女也是少年查某囡仔甲因发生性关系。Que se repare a las víctimas, particularmente a niñas, niños y adolescentes y sus madres. Que se realice test de paternidad para el 8.7% de niños hijos de MINUSTA en Capaicén. 部队成员一旦被发现甲因发生关系的女性有心，就会做着遣返。这有心的妇女只会当将囡仔生落来家己请养，因原本就是处伫产车中，拄到这款的状况，等于是被放杀。而且非常的无助。这份报告是伫2017年的热天，针对住伫维和部队基地附近的2500名海地人进行调查，由受访者描写部队人员甲平民的不当行为。报告指出，有来自13个国家的部队成员涉案，其中上侪是巴西甲乌拉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来关心，昨昏总统候选人无用去参加电视的政见发表会，那副总统的候选人同款真无用，因是继续走行程要拼选情。甲老大人也写字陪因做一寡简单的运动。亲民党副总统候选人以上前往统导中心来参访，而且嘛讲真侪亲民党未来统导甲长照等等的相关政策。青年人跟银发族的人可以共居。然后这样子，老人家有尊严，然后青年也得到一些舒缓。像现在有人在推动说在宅医疗，就是把医生带到家里去，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在资源上面，我觉得政府都应该可以给更多的协助，而不是限制那么多。选前出无到1个月的时间，就伫咧国定赢总统候选人无用伫参加政见发表会的时阵，副手嘛无用伫走行程拼选情。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发表10大所谓政策，要创造智慧交通、城镇、农村等等的城市。5G 绝对是我们将来无线还有这个网络通讯技术普及到所有都会跟城乡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区块链的这种加密技术、分散式的这种储存技术，可以呢让我们这个将来整个数位的架构在资料传递的过程里面，能够有更让大家放心的一个基础的技术跟环境。沿路拍招呼、扫街拜票，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带领当籍立委候选人进行上尾的拍拼。去互问到对手韩国瑜的市政支持满意度是尾2名，赖清德表示都用心市民的支持。如果在市政方面用心比较多，那当然可民的支持、市民的支持就会比较大。我们看韩市长在当选市长之后，花在市政的时间相对上来讲，会比较小啦，因此呢，有这样的成果，我想也不令人意外。若是新党不分区立委方提名人区嘅，搁一届提资料，指出民进党委托南方的客局内底，除了讲到检举网军，搁讨论要安怎消灭。嘛，记得卢秀莲、赖清德、瓜不提拢是因捌锁定的目标。对这个代志，赖清德是笑笑啊，认为讲若是有证据，早就已经公布啊。选战开始到达时间，国定也接走基站杀政策牌，不离个选民到后要接受着在人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即摆2010总统大选，亲民党的宋楚瑜已经是第5摆出来选啦。伊的目标讲伊要冲破能力，伊嘛按套伊讲伊敢若会做一届。这场的选举是处于重振初心最近的一次，也是像一部电影的标题叫《终局之战》。
宣布参选拍破2010总统再选，只有拿到执政的面。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第5摆挑战总统选举，强调只做一任。这摆出征，宋楚瑜选择甲政治素人有公具教育自称的医生配合。以前台湾人民没有给过他机会，可是他也没有因此就放弃，他还是继续的参战。主席很想为台湾这块土地做出奉献的这个心念，让我非常的感动。回顾宋楚瑜参选记录，2000年第1摆参选总统得票率36%，超过拿下连朝会。2004年改甲国民党合作，以连宋会出征。2012年并未过前总统马英九未了，只摕36万票。不过2016年宋市会共157万票，这摆参选高算会冲击拿到选情。宋楚瑜阁发出杀到拿到高墙，要伫两岸问题行出无同款的路线。两岸的关系不能完全割断，这是我跟民进党的最大不同。我跟国民党的最大不同，那就是不是由买办当家，基本的政策那就是政经分离。不过小党组织党员能力甲年会，恐惊会互伊选战拍甲真辛苦。毕竟，亲民党它是一个小党，所以在目前整个选举的一个形势上，比较属于边缘化的一个现象。亲民党的一个小党的一个组织的动员能力，它的年纪上已经是有一定的一个程度了。那基本上，年轻选票或者是一般我们讲说中青阶层的一个投票的一个族群呢，对它其实又相对陌生。学者认为，宋楚瑜参选主要是发挥家母带囝仔的力量，保卫亲民党的政治空间。因为立法院制度加上政党政治，大党较有竞争优势。以宋楚瑜为首的亲民党，要如何唤起少年人甲中间选民的期待？2020大选会是关键的一场战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昏有一个6度的施政满意度的民调，台北市长郭文哲调查尾。郭文哲伊讲，伊家己看了嘛爱笑。伊讲，伊的满意度竟然输予韩国瑜，有影是无简单。就这5年，台北市长郭文哲自认予台北市民真有感，伊一个讲伊的重要施政。但是研究会公布施政满意度调查，2015年拄啊就任的时阵，郭文哲的满意度有69%，去年成功连任满意度落到59%，今年阁降4个百分点。阁有一份杂志嘛公布6都市长的评比，施政表现方面，台北市上尾名，比第5名高雄市阁少4个百分点。民调做出来比韩国还低，实在是不简单的。这世界上什么奇奇怪怪民调都有，看一看。不过这样的民调其实要看全的，要看趋势的，单一民调很难判读的。对民调的结果，郭文哲敢若看甲真开，佮强调伊甘愿开时间甲政策做好，等成果出来，大家有看到就知影。毋过拼市政，伊嘛要拼党政，为着带领民众党冲刺选情，有风声郭文哲要伫30请假做选。我也不太赞成整天请的，所以大部分还是，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只有6日嘛，下班时间的。首长是责任制的，但是不用担心的。我这人做事太认真了嘛，也是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就好像那个没有壳的乌龟，你知道吗？没有政党还是个保护圈嘛。面对民进党计划伫年底进行3读通过反渗透法，郭台铭讲会带团包括台商等等到立法院抗议，但是郭文哲认为爱先考虑有偌济效果。他当然可以去发动，重点是你发动以后有多少效果啊？这要去考虑。我没有反对那个法令的，但是我觉得是要怎么执行哦，要讲清楚。郭文哲甲郭台铭看反渗透法的立场，敢若无啥共，佮亲像两个人对2020大选的选择，看起来有共识，煞佮出现无共款的声音，嘛互郭台铭甲郭文哲是竞争也是合作的关系，变成选择另类的重点。记者郭灿石基文台北报道。再来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金门县议会最近有讲要开10亿要起议政大楼，引起争议。即马这条钱已经互议会编起来啊！若针对这件代志，有金门人即马发起联署，讲因要罢免金门县议长，但个议长本人无爱回应。金门县议会计划伫金门县金城济公湖边开10亿兴建新议政大楼，推动上出来的议长洪文典遭到捌担任8年议员的陈崇刚发动罢免，这也是金门第一件罢免县议员案。当民意代表不尊重民意的时候，那罢免就是人民唯一的武器。提议要罢免不尊重民意、违背民意的议长洪银典。
要毋过要罢免县议员，需要伫金门山选区先处理超过1000人提案人数。第二阶段要有11700多人的联署书，最后要有29343人同意，而且同意的人数要大过无同意的人数，才会当过关。要毋过议员对于罢免洪文典一案态度保留，强调反对的是公共议题，不是个人。反对的是第一个，就是这个用这块地来当那个议会的大楼，联署罢免议长，那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嘛。我关心的是金城镇这块绿地而已啊。民众也表示，金门金城绿地无济，基讲湖边是难得的绿地，规划亲子共融公园比开10亿去基层大楼，更较有意义。拒绝罢免，撤回建案，撤回建案。要不要花这10亿元？现在金门的财政已经算紧俏了，我们是把后代的钱，还继续花下去。民众指出，金门的财政已经真案开大钱，等于是开子孙钱，因为目前冻结的预算案也有改动的机会，未来会期恐惊也会出现高峰节。记者综合报道。民间伫咧发展火箭的进行太空科技公司，讲要伫咧台东起一个发射基地，本地讲好27日时要射火箭，却因为无通知当地乡亲，即马引起争议。要向南电村民展示的飞7 1号太空火箭，25号中昼已经被放上发射架，也毋过被澎湖保咧避免南雨，也毋过附近施工的民众兴奋伫24号暗时先翕到完整的火箭外观。他们很多工作人员在那嘛，然后他就把它慢慢用推升的把它推立直起来嘛。飞7 1号太空火箭原定27号要发射到200公里高空进行试验，也毋过建造好的发射基地却事先无甲南电村民沟通，而且土地也违反农地农用规定，遭到居民全数反对暂缓发射。为了解读居民疑虑，振兴科技决定开放飞7 1号火箭，邀请居民26号到基地参观。也毋过准备火箭的过程非常低调，也表明拜示，才对外界说明。也毋过已经吸引不少赛车经过游客停留来看。就觉得火箭很新奇，就跑来看了。你们做架设，然后再来说明，我们是容许啊。可是如果说你们要做发射动作，那个是我们已经预决的事情，是绝对不容许啊。飞7 1号火箭高度10公尺，宽1.5公尺，起飞重量有3吨。发射前拢已经完成各项测试，也向民航局申请发射许可。也毋过即马要延到什么时阵发射也无清楚。也毋过国家研究院表示，即摆发射无伫政府的委托项目中，太空中心也只委托一摆发射服务，而且也无委托建造基地。也毋过振兴太空科技公司不答应南电村民，会互这个火箭发射基地带动观光。也毋过，敢会当达成，要爱全村的居民同意，并且克服土地使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湾钓的介绍无介好，农委会即马按算要来买，嘛要来启动调节措施。也毋过有团体即马是较烦恼讲政府即款做法会甲市场的机制拍乱去。为鱼钓掠起来，台湾钓活跳跳有够深，毋过今年乌鱼数量比去年多，影响台湾钓地边介绍比同期6至3块，剩20至到23块左右。农委会提出收购600公顷以上台湾钓，以每台斤25块补助调节产量。毋过学者认为，恐惊提前打乱每年市场。我们一直觉得补助这个东西会打乱市场的机制啊，因为有些鱼本来不应该出了就出了，所以就会造成明年这个大鱼可能就会缺货。农委会这政策主要是由渔会甲产业团体向渔民买，搁由政府补贴计算，上限是1户3万台斤，目标是收800万台斤，执行2个月，或者是计算登去到每台斤25块为止。毋过业业者表示，这政策对专门饲台湾钓业者来讲，其实无啥物帮助。面积有可能是1至10公顷之外，伊的数量有可能达到20-30万斤以上。那伊1户只收工3万斤来讲的话，其实对伊整体本身迄个大型渔民伊的产量来讲，应该是比较无迄个效果出来安尼。嘉义县的部分已经有60多个渔户来登记要收购那我们也执行了4个养殖户的一个鱼只收成，那它的收成的量是达到36公吨多。台湾钓协会也表示，即卖鱼收要放倒位，假使明年佫提出来卖同款的，影响原本的市场计销，变成每年底一直循环的问题。农委会想要调节产销是好事，不过应该全面性思考，才袂互问题佫一直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地方放送头来关心，为着要避免动物仔或者教室这款意外一再发生，农委会特生中心甲民间团体即马合作，要找出咱全台湾116个较接出现教室动物仔的所在，要来设警示系统。前方野生动物出没路段，请注意。汽车导航发出警告语音，提醒驾驶减速慢行，因为头前有野生动物出入。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甲民间单位合作，用了8年的时间汇集16万笔动物落杀实况资料，整理出全台116个危险路段，研发出全球第1个有落杀热点路段提起功能的 APP 甲导航系统，希望会当减缓动物或者肇事发生率。找到的对的人、对的厂商，然后一起合作，把它变成产品。那我们先把它落实到生活化里面，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展现他的爱心，然后一起来改善我们的环境，让我们的动物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和平的共存。特生中心表示，全台动物落杀热点分类，包括较会影响用路安全的中大型哺乳类，像食肉目、灵长目等；保育类物种，像两性爬行类，短时间内会大量死亡的鹿虾甲甲巴类，以及潜在可能发生落杀威胁的路段，包括石虎、拉里、龟子麻等，同齐地入，拢总583种动物。很重要的一个生命教育啊！我们常说这个社会进步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注重路杀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农委会强调，除了设立警示牌、动物防护围篱甲地下通道，即马更加透过 AI 人工智慧科技，设计3D 手机导航软体，提醒用路人提早解读，也是撇开动物出入的时间，唔但保护野生动物的性命，也提升所有用路人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那举办店的生态保育协会，这礼拜是头一摆伫咧高雄的茂林，发觉一只今年9月份伫苗栗做记号的举办店，有影会使证明讲，南部这个举办店是北部飞来的，而且这一只飞173公里。保育职工放大相片检视，每一张拢是有数十甲上百只的举办碟，集的饲食画面。当年举办碟柜这款废时废眼力的走锤已经进行10年。今年总算有调查员发现，12月2日，伫高雄茂林翕的相片内有一只写着 FC922的举办碟，是9月2日伫苗栗标放。2008以后是值班的协会，可是我们所有在捕获的记录都是南部往北。还没有一只是北部往南，所以这一只蝴蝶有非常大的意义，因为我们这20年来的谜终于解开了。高雄茂林举办碟当年11月到3月大量出现，为了厘清举办碟这段期间起倒位记录工作已经进行20年。毛管处也为100年到立感测计划，不过过去较会发现标放的举办碟春天往北，不过从无发现寒天南迁的证据。FC922是被记录到的第一只，标放的志工已经到25年，每个月拢会伫苗栗共一个地点标放。我们1个月最少会进去1次。当然跟那个中奖一样啊，因为我们从93年开始做，就一直在做标放这件事情。那但是一直都没有北部的蝴蝶标放了之后，在南部蝶谷发现。举办碟寿命只有6至8个月，标放工作需要当年继续，才会当一波一波较真前线的范围。因为举办碟需要真旺的树林饲食，协会也希望政府全面以禁草补助取代臭茶造林，确保举办碟生态无受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工艺家刘文宏，伊是伫咧南投的德山人，伊做竹仔的工艺已经做40多年啊。即马伊的后生延续老爸手路，甲竹仔写做鸟鼠仔形，嘛结合笋仔的意象，是做一个竹仔花灯。因为明年是鸟鼠仔年，所以要伫咧2020的南投灯会顶头展出。明年还未到，即马带乡亲先来看。甲竹仔写做圆条的形，再搁甲画好平。伊是台湾工艺师刘文宏的后生刘彦祥。伊毋但传承爸爸的功夫，伊也真有想法，互竹家作品有无同款的生命。借由偏心之后，它会有一个这边会比较密的状态，然后在这个灯的后面会比较疏的一个状态，所以它会导致光影的明暗度不一样，然后晚上的照明的方式的结果也会不一样。看这个大型的装置艺术，竹仔和竹仔的浪棚拢平看，就那亲像是一只鸟鼠坐伫涂骹，头向顶悬，点灯了后，加一种有希望的感觉，也会使看作是竹花灯。
后生用心制作的作品，连老文红拢会学落去。真的相当不轻松，因为一方面又要兼具竹笋的造型，另一方面又要有这个老鼠的臀部的这个造型。以我这个传统的脑袋，我不会想设计成这个样子。要做一个得意作品，费心神也真了工。老文红看后生愿意接手，行得意这条路，伊是感觉真感动。这个作品未来也会伫咧2020南投灯会，甲其他顶内竹雕、玻璃，也阁有石雕等等的工艺作品做回展示。希望这个有路的工艺作品会使祝大家新年快乐。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丰原是出产漆仔，寒天的时较寒人的时，这规山坪的漆仔就会变色泛红，红艳艳的风景有够水，做回来去。风微微啊吹，红公公的叶啊看起来真水。这毋是芳仔树，这是枝仔丛。台中丰原公老病是枝仔重要的产地。今仔天气转冷，枝仔叶为青泛红，游客来这行搭，拢讲看到是真心色。我觉得蛮放松的，因为我们刚好又是在平日这个时间来，没有什么游客，然后这地方就很世外桃源的感觉，对，所以蛮漂亮，蛮适合来放松自我的。一片要挖20公顷的枝仔园，远远看起来就亲像是芳仔拿。网友讲，枝仔叶内底有花青素，若是秋天寒风转寒，就会变色，寒天的风景会更较水。那到冬天之后，这边世界都会变得很红，而且非常漂亮。但是现在因为可能刚冷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么红，可能到冬天最冷的时候，会越来越漂亮。最近温度直直降，阁有雨，农民提醒民众爱把握机会，若要看红叶，就要趁即时。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龙山运销公司10年前有成功转型做低落园的观光园区。最近县府是开3000万，伫咧这个园区的边仔，佮打造一个生态园区，甲亲子的运动公园，望讲会当带动观光。位伫南投县民间乡的龙山运销公司是中部地区低压拍卖、高多载重要的平台。伫民国93年转型为低落园，跳脱传统肉品市场红食垃圾、臭公公的印象，所以吸引真侪观光客。也毋过这2年，因为原物料成本增加，一来一收等等的影响，营运是甲以早差真侪。最近林县长积极的，在邀请台商进驻，我们朝使用者付费，把成本能够反映足，而且适当的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同仁能够有一个正规的一个福利。最近县政府开3000万规划伫低落园边仔起一座全新的亲子运动公园，拢总将近3公顷的土地，嘛设有生态园区，希望会使吸引愈较侪游客。至少是台湾独一的一个枫林户外打击业，跟过去我们所设置的儿童的溜滑梯、荡秋千以及健身器等等完全脱离那一种形态。身为全台湾第一间转型成功的肉品市场，南投县农产运销公司有真侪肉制品的伴手礼，非常受到欢迎。上紧第年底也是明年初，低落园甲亲子生态园区，就以全新的面貌来甲民众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天气详亲，暗时会变天哦，爱记哩擦衫。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到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